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繁华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让他来写，他要是有什么迟疑的话，这个写反词的人一定是他的同党。对这家伙，我一直就看他不顺眼。好，正好给他来个一箭双雕。来人呐！大人，下官听候吩咐。怎么又是你？啊！你能不能不让我看见你？出去，出去！是，大人。你林大人，三桂这个人是一个俯首帖耳、好用的奴才。林大人，您这么说他，是不是言重了？哼，真要是个好奴才，你怎么骂也是骂不走的。你说呢，曹大人？是啊。陆大人，您就别再犹豫了，救外面的人要紧呐。你就叫人把我抓起来。陆大人，陆大人，我只有一个请求。你快说。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连累我的家人。就这些。拜托各位了，我的妻小，就请兄弟们代为关照吧。板桥，陆大人，板桥不能进班房，不能进呐！万万不能，万万不能这。这事儿拖是拖不得的。按朝廷的规章，最迟不能拖过明天早上，就要把本案的奏折600里快马送到京城，否则我就是欺君罔上啊！陆大人，我想出一个点子，你听听。哦，你快说。从死囚里挑出一个犯人来顶替。哎，
这是个好办法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行不行啊？卢大人，卢大人，行不行？您快说呀！主意倒是不错。没上报的死囚是有一个，但这个人他是一个小铁匠，3天私塾都没上过，他只会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有了，用重金买通他，让他照我们写的状纸招供画押，连夜审案，连夜斩，先斩后奏，报皇上。李大人，你看如何？好是好啊，可我担心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你卢大人的安危。大人，大人，您的心意，板桥领了。大人，这是板桥一时冲动之所为，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。他们说是反刺，就是反刺，我反的就是他们私吞官银，他们强掳民女，他们目无王法，欺君害民呐！大人，只要您奏报皇上，我就是跟他们对簿公堂，也不能连累大人您呐！大人，您是扬州百姓的青天，有你这样的父母官，乃扬州百姓之大幸，能结识您也是板桥之福分呢。可是，如果因此连累了您，那不仅害了您，更是害了扬州的百姓，板桥岂不成了天下的罪人？大人之恩，板桥永世不忘。我也恳请大人让我去自首，让板桥堂堂正正做一回人吧。哎呀，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糊涂话！审不审，审谁，那是我卢雅玉的事儿。你板桥画你的画，做你的学问。大人，再说，这个小铁匠是杀人犯，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罪有应得，你们不必内疚啊。哦，李大人，你马上回驿馆拖住领书，别往京城送奏折。我这就去安排心腹连夜审案。哦，大人，请。大人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你们不能让别人代我受过呀！大人，大人，别说呀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板桥，你刚才说得好啊，要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。你也让我堂堂正正的做一回官吧。请。林大人，哎呀，妙极了，美不可言。快把锦缎脱掉，让我好好看看你呀。大人，你快进来呀！进来，就让你看个够。别忙，别忙。今天我们换个花样玩玩，好吗？奴婢听大人的。哎，
我是老虎，你是小羊儿，我们玩老虎扑小羊的游戏。谁？是我，马大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李大人，自从我打了那个喷嚏，他就讨厌我了。你能不能帮我说说，李大人，我又不是有意的。马大人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。哎，回去吧。啊，走吧。不，我就要守在这儿，守在这儿。嗨。林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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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啊？啊，我，李善。不许出声啊！林大人啊，来了。啊，林大人，李大人，请。林大人找我有事儿啊？李大人，适才曹大人写了个奏折，请你过过目。啊，来人呐！在。有请曹大人。这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好，行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回去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回去了，快点，回家吧，快走，走了，快走，没事了，快走吧。我回去了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了，你们没事吧？你受苦，走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没事了，赶紧走吧。一言难尽，放心吧。啊，没事了，走吧，快点，快走，走了。这是纹银100两，你老母几年的吃穿不成问题了。何去何从，你自选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小人阴曹地府也当报答呀！多谢大人了，多谢大人。只要你按这上面说的去做，回头我就把纹银送给你的母亲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大人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这次实在找不到罪犯了，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哎，下策。不过，这也是我们俩为扬州百姓做了一件千古流芳的好事啊！那是。大人，那就升堂吧。在升堂之前，有一句话要跟你说清楚。大人，对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这件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这辈子万万不可泄露出去。大人，看你说的，
这是掉脑袋的事，我敢吗？要做到天衣无缝。明白。升堂。林大人，这个奏折我看得重新写，这遣词用句都得重新处理呀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曹大人？我说李大人不说点什么，要不这份奏折早就送走了。是啊，李大人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林大人，曹大人，这奏折的事，以微臣之见，还是缓一缓再说吧。啊？哦，为什么？林大人，这巨宴是不是真品，我想谁也不敢说。运回京城吧。万一是个蹩脚货，皇上必然要怪罪你林大人，重则是你欺君，轻则说你林大人办事不力。说呀，这其二呢？这其二嘛，将反贼写的反词奏明皇上，对不对？怎么不对呢？这扬州府大门口出现了反词，这事儿总不会是假的呀？是的，大人，我全招出来，全招出来。是的，是的，大人，是的，大人，那反词是小人写的。当时院子里的戏班正在唱戏。外面又乱糟糟的，趁没人看见，我就把它贴墙上去了。洪师爷，赏金给我娘送去了吗？大胆逆贼，竟敢在公堂上滋扰乱章！来人呐，这，让他马上画押。是。来，洪师爷，你可不要骗我呀！你就放心的走吧。押下去，押下去。走，洪师爷，我娘可是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啊！走，洪师爷，洪师爷，洪师爷。知情不报，就是欺君罔上。李大人，这一点你总该明白。林大人英明，正因为如此，微臣以为暂且不能上奏。我说个道理，林大人你就会明白。罪犯没有抓到，一个悬案，林大人就要上奏给皇上，皇上自然要问了，既然你林大人在现场，为什么让罪犯逃脱？不知林大人该如何回答呀？再说，也就是其三，
你林大人到扬州，只是巡查打点，皇上南巡事宜。如果出了乱子，由扬州知府出面解决就是了。案子要是破了，自然有林大人的一份功劳；要是破不了，你林大人还可以袖手旁观，横加指责呀。李大人说的滴水不漏，条条在理，佩服佩服啊！不知林大人为何发笑啊？我笑李大人果然不是什么凡人呐。我不明白林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曹大人，我说过没有？只要他李某不写着奏折，他就栽在我林某手里了。说呀，李大人，谁是你的同谋？说呀！走，走，跪下，斩！洪师爷，我娘可怜呐！洪师爷，我怎么样？大人，一斩，请过目。你看，走吧。李大人，想好了吗？只要说出谁是你的同谋，皇上那儿我替你去说说情，怎么样？快点说啊！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我李善就说你林大人是我的同谋，皇上不会不相信吧？来吧，派人把我绑起来，押解进京。怎么？你林大人也有害怕的时候？哎呀，李大人，林大人只不过是开个玩笑，对，开个玩笑。林大人，开个玩笑吧。这本身就是个玩笑吗？你看，林大人都说了，这是个玩笑啊。林大人，你就不要，较真儿啦。好，既然林大人这么说了，我李善只当是被耍了一通。好就好在我的心脏没毛病，要不然早被你吓趴下了。啊，对，李大人心脏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哎，李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写奏折呀，按你们刚才说的意思写，免得出了事情，我李善可担当不起呀。林大人，这份奏折还要写吗？李大人不是说了，这样写了，事儿不是更多了？好，哎，别写，林大人说了，李大人不写了。林大人，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，我就去卢大人那儿，让他连夜审讯，下令破获此案。
两位大人也辛苦一天了，赶紧歇息吧。明天还要继续巡查其他的事项该怎么进行还怎么进行。您看呢，林大人？曹大人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只要两位大人高兴，我就是辛苦一点儿，也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。三更了，李大人、曹大人，请回吧。那好，宁大人，告辞了。告辞了。告辞。诗诗，你通宵不回家，你老婆是不是要罚跪啊？跪就跪呗，人家板桥连命都敢不要，我跪下又算什么呀？可是到现在，李大人这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卢大人也不知怎么样了。好，来了，有消息。卢大人来了。你们都在啊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事情了结了那我们应该好好谢谢卢大人。是啊，陆大人，我这个人向来嘴巴不甜，不会说恭维话。可是今天我要说，您可是富民的大青天呐，卢大人，请收板桥一半。别这样，板桥，你想说的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卢某为官，敢作敢为。就是哪天东窗事发，我保下你们这些人才，我就是被定为死罪，那也值得。更何况，你写的那首词不是攻击朝廷，而是警示之言呢。卢大人，画得好啊！出使川里惯作狂，唯有竹枝浑不怕。卢大人，板桥一介布衣，无以相报，区区着笔，画我心意了。好，这话我收下了。板桥此番情谊，本官谨记在心呐。卢大人，大人，今天
我要称你为先生。板桥不为官，如果有朝一日是天意让板桥走上仕途，学生定以先生为楷模，为国家为民生不惜身家性命。大人，请受板桥一拜。板桥，大人。你还知道回来呀你？啊！你给我跪下！娘子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你给我跪下说！好吧，我给你跪下，我给你跪下啊，跪下，好吧？你给我说，昨晚一夜不回家，你上哪儿风流去了？你要是不说清楚，老娘我就死给你看！你还敢笑？昨晚上你跟什么野女人鬼混去了？你说！我说，娘子，知府大人卢雅玉为救板桥一事，特命我等书生到金农家议事，所以，我说娘子啊，是不是把卢大人请来，给你赔个不是啊？啊？娘子啊，你要真是不信呢，那我也就……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林大人，小的听候吩咐。这事办的还让您满意吧？你满意吧？老爷，这个怎么好呀？老爷呀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呦，这不得急死个人嘛！哎呀，老爷，哎呦，醒醒啊！老爷睁眼了，老爷，你们干什么？老爷。今天呀，你哪儿也别去了。是啊，老爷。是啊，管他什么钦差巡抚的，就是那么多的官员，就少你一个吗？就是啊，老爷。呀，我怎么会回家了呢？那钦差大人那得有人呢，行，我得走。老爷，你可不能起来，老爷，哪儿啊，老爷？你没上哪儿去呀？衣服，老爷，衣服。哎呦，老爷呀，快干嘛去呀，老爷？你们别管，出得了门，老爷，帽子，我的帽子。你看，老爷，你上哪儿去呀？老爷啊，你都变成什么样？你们这些娘们儿别误了我的前程！放手，放手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他疯了！哎呦，他疯了！疯了！停！人呢？案子破了。哎呦！林大人，好消息！林大人，谁呀？林大人，好消息啊！林大人，好消息！快开门呐，林大人！是我，林大人，好消息！一大清早的，什么好消息？说吧。反祠的案子破了。哦，
是何人所为？这，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木头！我问你是谁干的？罪犯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跑来干什么？我是说府衙门前的人都跑光了，那真的，都跑光了。林大人，进来。林大人早。林大人早。好，真新鲜呐！啊，怎么，你们都是不睡觉的人？这一大早上有什么急事？说吧。昨晚我们得到曹大人的指令，突击审查，查出了些反刺的罪犯。好，罪犯现在何处？已被绳之以法。啊？你怎么不禀奏朝廷，就杀了呢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此犯已乱了我扬州府的赢家大事，扬州臣民无不深恶痛绝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呐。至于先斩后奏嘛，大清朝也是有先例的。先祖康熙到泰山去祭祖，泰安也曾出现过反刺。泰安府抓了罪犯就是这样处置的。林大人，我这样做是否也错了呢？卢大人办事雷厉风行，干练果断，为我除了一个心病。我正琢磨着怎么向皇上给你邀功请赏呢。公不敢言，此乃微臣分内之事。林大人此次扬州之行平安无事，心满意足。回京之后，能在皇上面前给扬州的臣民美言一二，如此微臣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们没什么事情了吧？如果要询问哪些事情，可随时来找我，我等候卢大人的安排。林大人，告辞了。告辞了啊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好。马大人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坐，请坐吧。我问你，那剧院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头给我说说。我做商人的时候，结识了江西的一个布商。3个月以前，他突然跑来扬州，说他破产了，有件祖传的宝物急于出手，好兑换现金版本。你就买下了？当时没有，商人的东西说不准，我一下没拿定主意。听说钦差大人要来，我就想拿它跟钦差大人您联络感情，下决心就把它给买下来了。那死了3个人是怎么回事？
江西到扬州路途遥远，有3个老役在途中生病死了，这是天意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的钱已经付了，我不能白白送钱不要货呀。那这个巨雁是珍宝还是一块石头，你心里有数吗？不知道，可我出了500两黄金，那是真的。马大人一片心意，我不好佛意呀。不过如果我带了一块石头回到京城，那不是贻笑大方？我这么想，不知方便不方便？大人您说，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剧院呢，就存放你的家里。好好好，你给我好好保管。到时候我一定会来取的。这个您放心，我看到他就像看到大人您一样，伺候他就像伺候大人您一样。马大人，你一心为朝廷，忠心可嘉，我会向曹大人举荐你的。谢大人栽培，谢大人栽培。马大人，请起。不，我还是跪着好。起来吧。这，你还要替我去办一件事。大人尽管吩咐。你在扬州城找几个行家摸摸看，这个巨雁到底有多大的价值。下官明白，下官这就去操办此事。去吧。这。先生，我喜欢楷书，你能给我写楷书吗？好好好，谢谢。可以了吧？谢谢。慢，板桥大师，您的字画是天下一绝，您的6分半体是世人尽知，真没有想到您的楷书也写得这么好啊！先生，您能不能把这幅画子让给我呀？好啊。板桥先生要多少银子？先生如此赏识，我非常感动。这幅画我可以奉送于你，分文不取。这位先生，我可以再给你画一幅。好。好，那好，谢谢。先生，稍等。好。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
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遇那风吹落一分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苦闷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几回，珍惜永久的依偎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